嗱，好耐冇見啦，因為咧最近天氣都好乾燥，咁有好多朋友同埋啲 fans 咧都會係訂翻三寶啦，就係我支公主油啦，係啦，跟住咧有一支防曬啦，撞地 cream 啦，跟住晚上係個睡寶寶加呢個 eye cream 嘅。咁其實咧如果真係單一用公主油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之前都講過，你可以就咁去用公主油，跟住就唔使做 facial，咁啊點8滴咧，就拖開佢，就將個淋巴咧係更加均勻，就係將個血液更加循環，咁令到你個膚色一路咧去美好咁進步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想好啲嘅話咧，就晚上講咗啦，加睡寶寶。咁近期因為我加咗一個黃金嘅乳木果，所以我今次就拍多一條新片啦俾你睇。咁黃金乳木果係比較結少少嘅，結身啲，所以我哋今次咧可能需要係要用推開佢啦。咁譬如你收到嘅產品係咁結嘅，你將佢有粒粒嘅位置都推開佢，咁你就會變咗係好順噶啦。OK， 當呢個面都係啦，呢個係晚上推開嘅。咁我今日唔會順次序啊，因為咧我主力咧今日係講 egg cream 嘛，蛋槽。咁你如果係覺得 OK 嘅話咧，你不妨試下晚上咧瞓覺之前淨係搽呢個 egg cream 睡寶寶，咁咧就會更加將你個膚色啊同埋暗啞全部喺度煥膚。講多次啦，都講咗好多年啦，因為蛋槽係一個草 vinegar 係一個天然嘅防腐劑。所以能夠去儲存喺入邊咧，係令到我哋呢啱嘢可以 keep 到好耐嘅 refresh 同埋新鮮，咁亦都會幫助你個皮膚都係一個天然去護膚咯。咁另外咧，公主油就唔使講啦嚇，再講多次嘅話都係我哋喺度滴8滴，當呢個係面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咁推嘅狀況就係可以用拳骨或者用 SPA。導入頸都可以 OK 㗎，頸都可以咁樣做。咁呢個公主油就一直都係好好嘅介紹㗎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好。咁另外咧，近期我出翻呢個eye cream， 即係其實係等於記唔記得我嘅 SK 丁係啦，精華嚟嘅。因為佢係用蛋草嘅 base 嘅成分去做，所以變咗有水加油嘅感覺。咁如果客人或者我啲 friend 收到之後咧，記得好似之前咁啦，因為呢支大支過之前嗰支，所以你要更加熬勻佢，跟住推出嚟，咁你會見到水加油 ，OK？ 你會見到水加油。咁當然啦，我頭先係示範擠出嚟嘅，但係如果你係直接去碌眼嗰陣時，你係喺呢度擠出嚟咯。所以你要更加係要 shake before use，OK？ 咁你要係推勻佢。你先至用，咁 OK。咁如果朋友買咗支大支嘅，更加要 shake， 因為咧佢擠出嚟之後咧，我哋可以推埋其他位置，就做一個保濕精華，亦都做一個非常之美容嘅精華啦。咁呢個係我所講嘅 SK 丁，亦都希望你中意丁丁嘅產品。OK， 咁我今日到此為止先，非常之簡短，希望呢三寶會幫到你。OK， 咁。早上唔使講啦，嗰個防曬嘅自己用啦，係啦，呢支啦 Day Cream 嚇，都好多年噶啦，百合味 SP50+，OK， 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